这个铁基路抢通进前，拢爱靠客运来斗载乘客。今仔日是铁基路长第一个上班日，这个客运站不管是伫咧台北等车要去宜兰，或者是伫咧宜兰等车要起来台北，乘客拢加真多。这个客运是发加班车，每3分到5分钟就有一班车。这个车票嘛真好买，并无发生到人潮下客的情形。检查有罗东旅客吗？罗东知道啊。会知影转运站排队的人无讲真多，大家一个接一个上车。就怕影响民众交通的权益，客运业者呢是加开了312班次来协助疏运旅客。今天一早呢来到市政府转运站，发现呢人潮并没有想象中的来得拥挤，主要是因为呢客运业者几乎每3到5分钟就有一班是开往宜兰的客运。车唔若真侪台，含车票嘛拢真好买。有因为火车断掉的关系，然后导致客运票难买吗？不会啦，因为它有加开啊。可能坐火车的人习惯之后，他可能会要转客运，可能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。火车票啊，后来你是退掉了还是怎么样？退掉了。有没有担心订不到？不会。怎么说？正常做。那8点整的乘客，注意手中票面时间。8点整的乘客。啊，伫咧宜兰和罗东转运站的乘客，比平常时加要100-200个人，嘛因为出车速度紧，互乘客唔免等收久。我们从6点开始就安排大概11辆车，然后7点是大概4分钟一班车，所以大概总共有25班车左右，在这个尖峰时段。头一天上班日，客运加开312班，加上原定的1225班，拢总1537班。代替东部干线，预计13号礼拜日修理好势。这段时间，民众若要坐交通运输北部、东部往回，就拢爱坐客运啊。